进去读册者，愿主赐福听通伊话的人。赞美，请管弦乐团信歌队，因所要献的诗歌是《因他活着》，请咱会众伫唱第二段的时阵，咱大家做伙来唱。因是线，请校务书讲道，所要传讲的信息是安稳喜乐打落吹，请咱恭敬来领受。
哈利路亚！咱大家用拍鼓声，学到上帝。真多谢